台湾呐。 我认为吼，用母语、讲母语、写母语是咱基本的人权，所以吼，咱来提倡咱的基本的人权，爱用母语来写作吼，啊，甲即个母语家世代代家传落去，吼，这是我对即个世界母语日吼的即个意义吼。啊，咱台湾长期以来吼。 因为伫咧政治上，咱的母语受到打压种种吼，所以咱有这责任爱甲伊流传落去，吼，传到这个时势，吼，安尼。